Omicron 持续伫世界各地流行，要有效控制疫情，疫苗对拍就是目前上要紧的任务。为协助咱市提升疫苗对拍人数，两家文兴店特别关护市府5000个举办关帝爷活动，希望吸引拍去民众只要透过台南 COVID-19 疫苗接种预约系统，预约2月12号到15号所开设对家制接种站的民众。每站前1000名，都会当马上得到关帝爷回顶一个。特别的要感谢我们龙旗文衡店哈。那往年龙旗文衡店都会制作提灯来这个赠送给市民朋友们。今年除了赠送给市民朋友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们疫苗接种的时候只要来接种疫苗就赠送这个元宵提灯，这个是这个非常有价值的哈。贵而不会很贵，但是非常有意义。那尤其这个提灯是关公造型正好是关公这个提关刀然后来扫除疫苗，或是关公看春秋能够找出防疫的策略，那真的是非常寓意深远的。那也希望台南市的防疫工作做得不错，也希望在疫苗接种这边事实上让市民朋友们有多一层的这个动机。不管是阿公为了孙子接种，或者是爸妈为了孩子接种，甚至这个为了这个自己的朋友接种，那或者最重要是要为了自己的健康接种和家人的健康接种疫苗。我们欢迎市民朋友们一起来接种疫苗。2月12到15号期间，总共有5场对家制接种站，分别是新营区南明堂莫德纳疫苗接种站、善化多功能活动中心莫德纳疫苗接种站、北区科学音乐图书馆高端疫苗接种站、中西区卫生所莫德纳疫苗接种站。想要预约的民众，会当到台南 COVID-19 疫苗接种预约系统，也就是台南拍疫苗系统预约。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。